喺21點嘅遊戲台上面，每個玩家嘅目標就係打敗莊家，盡可能保持手牌嘅點數接近21點。任何做到呢一點嘅玩家都可以贏，但係如果你手牌嘅點數超過21點，或者出現爆煲，咁你就會輸啦。而點數最高嘅勝出手牌就係21點，即係遊戲開始嘅時候拎到一張點數10嘅牌同一張煙。玩家落注之後，莊家就會向每位玩家分別派出2張牌，2張牌面都會向上。呢個時候你要知道2至10嘅牌，佢哋嘅點數係按照牌面嘅數字嚟計算嘅。積累傾3張公仔牌，每張都代表10點，而煙就代表1點或者11點，具體就視乎你想點樣運用啦。而家我哋就嚟玩下21點啦。21點係一種策略遊戲，你可以透過運用策略提高獲勝機率。好好運用策略可以幫助你做好決定，選擇係咪要牌、停牌、分牌或者雙倍落注。等陣我哋就會解釋一下呢啲玩法。你要記住喺玩21點嘅時候，你係可以隨時向莊家提出疑問，或者到 playsmart.ca 了解更加多有關21點嘅遊戲策略。如果你手上有一張8同一張 King，加埋就係18點，已經好接近21點。照機率嚟睇，呢個時候你最好選擇停牌。而家我哋不如講翻煙呢張牌可以點樣運用。舉個例，你手上有16點，當你要運用基本策略，決定要牌之後，拎到一張煙。而我哋知道煙係可以代表2種點數，如果當做11點計，總點數就會超過21點，即係所謂嘅爆煲。咁嘅情況你就會輸。但如果你將煙當做1點計，你手上就會有17點，咁依然有好大機會贏。如果莊家一開始就拎到21點，咁所有玩家就會自動當輸，除非有玩家同樣拎到21點出現打和，咁打和嘅玩家就可以保留今次落注嘅籌碼。事實上，每次玩家同莊家打成平手，玩家都係可以保留籌碼嘅。而家我哋就嚟講下要牌 hit。第一次發牌之後，如果玩家手上嘅點數係10點或以下，咁就可以要求多一張牌。喺要牌嘅時候，你就需要做出呢個動作。假如你手上面已經有17點或者以上，認為滿意，你就可能要選擇停牌 stay， 而你可以做出呢個動作嚟表示停牌，意思就係你唔再要牌。如果你有一 pair，例如2張8，咁你就可以選擇分牌 split， 呢個時候你就要做出呢個動作示意分牌。分牌之後，你手上會有2手牌，所以贏嘅機會都會增加，但同時要記得你必須雙倍落注。最後等我哋介紹埋另一個玩法，雙倍落注。當你獲發頭2張牌之後，你可以選擇將最初嘅籌碼加倍，但呢個時候你就只能夠拎多1張新牌。雙倍落注嘅最佳時機就係莊家揭起一般5點或者6點嘅爆煲牌，因為莊家嘅另一張牌極有可能係10或者公仔牌，所以莊家喺下一次要牌嘅時候，爆煲嘅可能性就會增加。21點非常之有趣，佢同其他嘅遊戲好唔同，因為你做嘅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遊戲嘅最終結果。不過最後贏定輸都係取決於牌面嘅。而家相信大家對21點有基本嘅了解啦，但玩得盡興之餘都要記得明智投注啊！